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德勇港园区推出着主题展览，打造全台湾第一座海上欣乐园。这几年来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以创新策展的方式，打造德勇港的园区和军事文化甲大众的生活做结合。这摆规划沉浸式活动体验空间，甲真侪趣味展区，各设大只型的造景，和乡亲来翕相。喜欢军品的、喜欢缅怀历史的、喜欢陆军、喜欢海军、喜欢空军的好朋友，都可以来到我们德阳舰园区。而且周边在过去就是林默两公园了哈，所以连成一带的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安平一个新景点。园区嘛，甲饭店的业者合作推出过暝优惠专案。只要4个人，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，我们就赠送一只泰迪熊，欢迎大家来台南。德勇港本来是美军的军舰，伫1997年移交海军后，伫2005年正式驻役，后来经过修理变成全国头一座对的军舰，再利用为博物馆的景点。这个展期会到年底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